据了解也是牧民定居新修的，应该说房屋结构还是比较好的。我们目前估计呢，应该损失，现在房屋还可能不会太严重，但是人员呢会不会山上滚落石头，这个情况就不太知道。目前初步判定地震嘅震中位於距離縣城40幾公里遠嘅康定機場附近。目前機場部分建築物出現牆體開裂，但係並唔影響飛機正常起降。國道318線亦都冇受阻。地震發生之後，唔少網友即刻就曬出康定縣城裡面嘅照片，一啲磚牆發生倒塌，部分樓體外牆開裂，居民屋企一片狼藉，大量嘅群眾湧上街頭。根據當地媒體華西都市報嘅報導，地震發生之後，康定當地醫院收治咗一名70幾歲俾玻璃砸中頭部嘅阿婆，因為傷勢過重，阿婆搶救無效死亡。而成都同德陽等地嘅網友亦都表示，地震發生嘅時候，當地有強烈震感。作為熱門旅遊線路，康定係前往稻城等景區嘅必經之路。旅遊記今日晏晝向廣州嘅相關旅行社了解情況，截止到發稿之前，暫時未得到有廣東遊客被困嘅消息。我們的團隊現在都沒有在康定那一塊，我們的團現在集中在阿壩州九寨溝那邊。成都的話，我們剛剛我們成都分公司的同事有聯繫過，他們因為辦公室在24樓那邊，所以在成都的話就稍微有點感覺，但是也還沒有說拉警報啊，也沒有什麼很恐慌的情緒啊這些。就是離康定啦那邊比較近的一個旅遊目的地，就是那個稻城亞丁，但是呢，它的旅遊旺季呢是在9月和10月，那我們在11月還有12月份呢是沒有去稻城亞丁的團的。四川的旅遊目的地呢，主要是以成都還有九寨為主。他們還是會繼續走行程，但是我們都會跟他們密切的去聯繫，然後去確保他們就是能夠安全愉快的完成這次的旅程。嗱，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，咁地震呢造成咗1死5傷嘅，暫時係收到呢個數字嘅。咁究竟之後有冇更加多嘅數字變化呢？我哋會繼續關注，及嗰邊需要啲咩物資呢？我哋亦都會喺稍後嘅節目或者係聽日嘅新聞呢，第一時間同大家發布嘅。去段廣告翻嚟繼續最新聞。嗱，琴日失聯48小時嘅港外學生洪怡呢，於凌晨被揾翻啦。咁但係由於揾翻嗰陣佢傷勢比較重，而且仲係處於呢個半昏迷狀態嘅，所以呢，我哋對佢失聯嘅情況係一無所知。咁今日洪怡嘅傷勢有冇好轉到呢？旅遊記去睇過佢。旅遊記今日晏晝去到6總醫院睇過洪怡，雖然佢依家傷勢有所好轉，但係依然仲未離開搶救室。洪怡而家就喺醫院10樓嘅呢個神經外科嘅搶救室入面，係有專人看護嘅。咁洪爸爸同洪媽媽如果想見到個女呢，只可以等到每日下晝嘅3點到4點呢個固定嘅探視時間，通過搶救室門前嗰扇窗呢，向入面望一望嘅。咁由於洪怡嘅床位呢並唔係靠窗嘅，所以呢，爸爸媽媽到而家都冇機會同個女講翻幾句嘢，只可以通過嗰扇窗呢，向入面望多幾眼。搶救室裡面嘅護士就話，洪怡主要嘅受傷部位係頭部，目前只能夠攝入流食。佢話個女性格活潑開朗，平時仲好中意聽流行音樂。不過呢一次事故之後，佢就變得好安靜。依家洪媽媽同全家人都放低喺惠州嘅工作，嚟醫院全力陪護個女，仲諗住喺洪怡嘅學校請一個心理老師。據了解，16歲嘅洪怡並唔係廣外本科學生，而係繼續教育學院嘅學生。佢讀完初中就過嚟接受全日制培訓班式嘅教育。洪怡所住嘅宿舍都喺廣外嘅校內。出事嘅時間係19號凌晨。點解呢一個時段佢可以離開學校嘅呢？一位喺廣外門口站崗嘅保安就話，學生宿舍冇門禁，有卡就可以自由出入。每人都有一個這樣的卡，什麼時候都可以拿這個卡。可以出可以進。保安仲話，廣外主要有2個門，正門24小時開放，有學生卡就可以入啦。而洪怡嗰晚應該係行北門，嗰度連通校外各大餐館同燒烤檔。北門雖然係夜晚12點就開始門禁，但係對於學生嘅限制唔大，依然係有學生去啲燒烤檔口嗰度食到凌晨2、3點。一位平時中意去食宵夜嘅學生話，夜晚一個人行嗰度好危險。不一定有附近的住在這附近的人，但是假如喝醉了就會比較多，就是在那調皮搗蛋。保安仲透露，出咗今次件事之後，學校正開會研究有關加強保安嘅問題，不過而家仲未有具體嘅通知。
19號嗰晚，洪怡同2個女同學一齊去北門附近嘅燒烤檔嗰度食嘢，之後就自己離開咗。咁期間佢有冇去過其他地方呢？喺北門所屬嘅松雲路管理處，旅遊記都查看咗洪怡往返燒烤檔嘅監控畫面。而喺燒烤檔附近嘅便利店監控當中，旅遊記揾到新線索。監控顯示19號凌晨1點33分，洪怡嚟到呢一間便利店買嘢，唔到1分鐘就離開店鋪。店主話洪怡當時好可能由燒烤檔嗰邊過嚟，不過佢買嘢嗰陣嘅時候表現清醒，應該冇飲酒。應該是這邊出走了。有媒體報道，松雲路路口嘅嗰個監控記錄咗洪怡最後嘅行蹤。19號凌晨1點40分，洪怡一個人出現喺白雲大道路口嘅人行天橋，但係喺天橋對面嘅監控當中並冇洪怡嘅身影。洪怡究竟係行過天橋定係去咗另一個地方呢？天橋路口嘅去向問題成為解開失聯真相嘅最大謎團。旅遊記今日都喺天橋附近行